加息导致资金成本增加，投资者倾向于转移至低风险资产，股市资金减少。股市资金减少抑制股票估值，降息降低资金成本，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寻求高回报，资金流入推高股价和风险资产价格。加息有助于扩大银行、寿险等金融机构的利差，从而提高放贷收益。金融股通常是升息环境下的受益者。对于航运、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高负债企业，升息会增加利息支出，高负债企业因升息导致利息支出增加，进而压缩盈利空间。央行加息通常旨在抑制通货膨胀和过热的经济，可能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放缓。降息旨在刺激经济复苏或预防经济衰退，对整体市场具有激励作用。投资者应根据升降息周期调整资产配置，以优化投资回报。在加息初期，避开高估值股票是降低风险的策略。在降息初期，转向成长股和周期股有助于捕捉市场反弹的机会。